好，给大家欢呼声，欢呼声，再来一次。哦，谢谢。哎，红白的主持人，你要访问我，而且还闹上新闻啊！你们节目，哎，我想那个没有啦，那个是误会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不是给茂哥？算了，不用麦克风了。我们是给茂哥一个掌声。因为我本来就是茂比生花的粉丝，尤其是我本来不是许富凯的粉丝。但其实呢，我入行，我真的要谢谢猫猫哥给我很多的照顾。然后我在我的脸书都有写说，以前他都给我一些版面，那这些版面呢，其实对于台语歌手来讲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他给我很多的这个机会，所以在这谢谢猫哥。他讲话比较好听啊，我以前超不屑，还有只有300字的版面。可是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照顾啦，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茂哥发新书，然后可以写到日本爸爸，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尤其我刚在来的路上，我又翻了一次，我看到后面有一句，我就会觉得，你要讲后记的那个吗？M 堂暴雷哦，哎，黑股没打，许没做好算了。Anyway， 我觉得。这样看猫哥一路走来，其实是很不简单的，尤其你要照顾一个真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长辈，然后把他变成自己的家人。你现在叫他爸爸吗？你可以叫一下吗？你慢点啦，慢点啦。哦，太好了。我开起来，我有看的。叫爸。哎呦，乐啥？烦恼。所以当历史性的一刻，大家要看到了。希望茂哥这一本书呢，希望大家就是推广出去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。对，那今天呢要出这个门，大家都要买10本才去。没有，我怕等一下走出去，他们就要跟你出去。等一下，哎，怎样最好？真的，不然以后你们就不能够去参加徐富来歌友会。会买不到。我刚跟他约法3章。是。他们其实今天还有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日本爸爸。我们刚刚已经偷偷的把它藏起来了，藏在这个后面。哦，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给他好，大家如果有看书的话呢，就会知道我因为汽水跟他吵了一架。哎，没有看哦。所以呢，我改天带来的这个是他可以喝的，这是无糖的。来，自己收礼物。谢谢。然后这一张呢，不用理他，是发导用的而已。来，我要照相。好拍吗？好拍吗？有点重，这个快拍，那个刚好在那。那我们这边。哎，官舍在哪里？走，这里。不是啊，他的照片明天又不会有发。那个记者喜欢横的照片啊，谢谢。都有。来，请看镜头。OK， 好。谢谢。我还有带另外的礼物了。好。有，因为最近出新专辑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对。那个有这全部人有歌吗？没有不可。比较害羞就对了。对啊。希望我弟上喜欢。谢谢。拍张照片。我改。来，看这边，
对啊，他就这些小朋友是我们家的小孩。对。还有我。可以做了吗？啊，我这里有一捆呢。那你在做这样干嘛？你在聊天吗？聊天吗？刚没了吗？聊一下。好啊，因为还是要有麦克风啦，不然都扯着喉咙在讲话。哎，不对啦，等一下，场地太小了。还有东西还没有讲完。啊，这个呢是我前几天呢去上一个电台，刚好下面1楼就是在下面这个词，好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就是比较敏感一点。刚好有摊贩，然后他卖的都是日本的东西，然后我想说来了，我就是要把这个送给你，对，让你开心。我机上应该也会很喜欢的。爸爸。有放糖，他就会喜欢。没有糖这个，这个也不能吃，这个龙。谢谢。对，这个是大龙。大龙。还有一个小龙。李小龙。对。然后呢，大的代表是日本爸爸，小的代表妈妈哥。谢谢。哎，这样两香哦，我真的很怕肉麻的事。不会啊，你看，这是你妈妈给你的功课啊。哎，他很厉害，就是他去年他爸过世的时候，然后我访问他，他全程他都没有掉眼泪，不像我，就是随便被讲一下，然后突然的那个。所以那个书我觉得我的眼泪是藏在你的书里面。啊？对。所以我一翻开第一个章节的时候，我就哇，这个第一篇我就看到哇，就是从那个妈妈在病床拉回来。所以这2天其实也是我蛮，因为我刚好1月29号明天吧，是我爸住院的第一天，所以这2天对我来讲也是蛮感伤。那我跟你说，是明天的凌晨，过了明天的凌晨，就是1月30号的凌晨，是我妈7周年忌日。对，我本来以为是今天，我想说天啊，也太冥冥中注定了吧。后来我还去查一下那个手机的那个行事历，去翻到那一年，然后就是30号的凌晨。缘分啊。结果他缘分刚属于他。哎，好礼拜啊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，猫哥把那个耳机上照顾得这么健康，对，白白肉肉的。对，这一点我还蛮自豪的。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照顾他，但是我看他这10个月来，从最不好的样子，然后很瘦弱，到现在，我觉得好像还可以。很好啊，而且重点是，你照顾他这段期间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我现在变成这事情放在旁边，当然啊，最大的感受，就觉得一个人住的时候真开心。好实在，好实在。那你觉得你们2个现在的关系真的像父子了吗？你不要一直逼我这一种的啦！拜托，以前都是你这样逼我的，我不要逼你。怎么了？我真的不知道所谓的像父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爸爸应该到底是怎么样。对啊，对。但是我必须很老实的讲，就是这句不用翻给他听。我觉得那个对他的感情跟对妈妈的感情，一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。那就像你刚刚说要我叫爸爸这件事情，我在这里叫不出口，我在比较私底下场可以叫出口。真的吗？所以你不是有这种外传？哎，不是那一种。这边有小朋友开玩笑，没有，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别扭。多少了？我觉得应该还是有。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认为说在书里面写到的这种
对啊，因为我都习惯在一起。我觉得书里面写到的这种爱呀，或者是温情，你们有感受到的话，那我很开心大家感受到。那至于要我把它讲出来，因为真的被访问的时候，每个主持人或者是记者都很喜欢逼我讲这个，可是我觉得他可以用一种转化的方式嘛，我用行动去做，然后让天上的妈妈看到就好。可以吗？拜托放过我。没有。但是我那时候在看书的时候，我看到一篇，这可以讲吗？可以。在前面的啊，就是你骑着摩托车，然后带着手机上，然后去吃东西，然后去跟他介绍说这个店日本也有，台湾也有。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是有点浪漫。好，那不然我车子借你这样。我不一定可以跟他处得很好。可以的，你还会讲日文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就去林。你还边骑车边对唱歌呀。去林森北路唱歌，真的该自约一下。哎呀，对。那今天我来的功用呢，就是希望说大家好好的支持一下茂茂哥的书，因为这个真的是一本大家都需要看的书，尤其现在社会这么的乱，那对我来讲，有这么温暖的书可以介绍给大家，何乐不为？那希望大家就是多多的推销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在，你好，拜拜。我们现在一起跟简富凯跟小猫站在这个中间，然后我们会从这边让整个拍过去。要把爸爸换到中间。大家手上如果有书的，请帮我亮出来。谢谢大家。没有人都在看，不好意思，